今次西藏之旅會由香港直飛拉薩機場，喺拉薩市中心適應咗之後，就會參加 local tour 去林芝、山南、經日喀則去珠穆朗瑪峰大本營，其後會去隱世景點聖象天門，最後返拉薩市中心。嚟到高原地方，最緊要留意自己嘅身體狀況，千祈唔好以為自己平時身體好就會冇事啊！西藏高原地方日照時間長，紫外線極高，日頭記得要做好防曬嘅措施，包括戴太陽帽同埋防 UV 嘅衣物。夜晚落雨嘅機率都會好高，所以出門口就要記得帶翻把遮啦。另外都要帶定一啲御寒嘅衣物，因為就算夏天去都會有地方會落雪嘅。我哋出發之前喺香港嘅血含氧量都有95以上，屬於健康嘅水平。但係一落地西藏就已經跌到得返80幾，所以建議要住供氧嘅酒店，出入都要隨身攜帶呢一啲樽裝嘅氧氣，以便不時之需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當你了解完風險同做好準備就可以開始西藏之旅。雖然網上好多人都話搭火車入西藏可以容易啲適應高原嘅狀態，但係基於時間同埋效率，我哋又選擇咗搭西藏航空由香港直飛拉薩。我哋自己打電話俾西藏航空 book 機票，正值暑假尾都要3300蚊人仔一位。雖然話就話直飛，但係都要停一停成都機場，重新拎行李去清關。成個過程都有職員嘅指示同埋協助，係非常之順暢嘅。夜晚11點半，我哋就終於抵達拉薩貢格機場，之後搭機場巴士出市區，米位30蚊，車程就大約1個鐘頭。原本就可以直接由布達拉宮落車嘅，但係正值西藏70週年有重要嘅領導人喺拉薩，所以成個市中心都封路唔俾入，只可以提前喺拉薩火車站落車。我哋喺拉薩入住呢一間日菲酒店，位處於市中心，喺著名嘅景點布達拉宮同埋八廓街都係步行10分鐘之內就可以去到。我哋頭3晚就係入住呢間最基礎嘅榻榻米大床房，乾濕分離嘅現代浴室設計，有冷氣同埋雪櫃，呢啲都係加分位嚟嘅。因為西藏嘅天氣唔係太熱，所以好多酒店都冇冷氣。雪櫃入邊仲有免費嘅飲品同埋小食。入去見到一個大銀幕，同埋有一張1.5嘅榻榻米床。最後2晚就入住呢一間豪華大床房，其實同榻榻米大床房差唔多設計，大致一樣。不過呢間房就係有大電視機，同埋張床係正常嘅酒店床。兩款房型嘅床頭位置都有加濕器同埋供氧機。供氧時間係由1430去到第2日嘅0830。嚟到拉薩就記得要揀有供氧嘅酒店，可以舒緩高原反應啊！酒店有自助嘅早餐，時間係由0700去到1030。自助早餐嘅種類豐富，包括有沙律、麵包、特色嘅菜式，就連即整嘅粉麵都有提供，味道都唔錯。喺西藏入邊嚟講，都算係好啱香港人嘅口味。食飽飽就出發啦！我哋就去咗八廓街。拉薩嘅藍天白雲好似觸手可及咁，加上八廓街嘅特色建築，每一眼都如詩如畫。兩邊嘅商店入邊可以體驗滑糖卡。嚟到西藏，梗係唔少得轉經輪啦。寺廟入邊有一個特大嘅轉經輪，門外邊都有細嘅轉經輪。八廓街入邊有一個清政府駐藏大臣衙門嘅歷史遺跡，唔需要門票，成個建築都保存良好。館入邊都記錄咗清朝時期嘅駐藏大臣嘅歷史，亦都展出咗唔同時期嘅文件，值得入去參觀一下。八廓街入邊亦都有唔少嘅原創手作店鋪，可以入去行下，順便吸下紀念印仔。有好多西藏著名嘅景點印仔可以選擇。呢一間鋪頭亦都有自稱開咗光嘅祈福金卡佛牌，以及各種特色嘅羊毛頸巾。我哋都買咗一條紅色嘅支持下。阿雕係西藏新興嘅茶飲，我哋又試咗呢一杯招牌嘅拉姆拉錯。
藏區獨特嘅烏龍茶底，再搭配上去嘅牦牛鮮奶，上面有一層 cream， 配翻幾粒嘅清火酥，一試就愛上啦。隨住市中心開始解封，我哋就去咗西藏博物館了解當地嘅歷史文化。西藏博物館需要提前1個禮拜喺官網、微信小程式上邊預約入館嘅日期，門票就免費嘅。要留意西藏博物館逢星期一休館，同埋淡旺季嘅入館時間都有啲唔同嘅。新館嘅大廳天窗引入咗自然嘅光線，透過遮陽欄山避免咗陽光嘅直射。博物館有提供免費嘅導賞介紹，可以俾參觀者更加容易了解當中嘅歷史。博物館入邊都展示咗傳統嘅藏族民居，還原咗入邊嘅家私同埋擺設，仲有顯示牧遊民族嘅屋企係點嘅樣。其他嘅展館有介紹文成公主嫁俾頌贊干布嘅過程，呢一段和親嘅歷史被視為唐番友好關係嘅重要里程碑。其他展館都展出咗各式嘅展品，包括歷史文物、瓷器、法器等等，仲展出咗唔同嘅佛像同埋泥塑雕像，令到參觀者更加了解到西藏同埋周邊地區嘅歷史文化交流。博物館嘅頂層仲有間 cafe 喺度，可以喺 cafe 嘅位置遠眺布達拉宮同埋周邊嘅群山。晚餐我哋就揀咗酒店附近呢間嘅響亮墨脱石鍋，環境舒適而且又有特色。店員仲會獻上哈達以表示祝福同埋歡迎。我哋喺美團上面買咗呢一個224蚊嘅套餐，小食就有青火酥同埋甜茶，湯底就有藏區各種嘅新鮮菇類、薏米、紅棗、枸杞等等。套餐仲會包括牦牛肉、藏香雞、牦牛扒同埋蔬菜。結實嘅藏香雞再配上佢哋獨特嘅醬汁，層次豐富而且出奇地夾啊！酒店樓下就係新開幕嘅不夜城夜市，係夜晚買手信、品嚐美食、欣賞各種表演嘅好去處。呢度嘅羊肉串好肥美，而且好重羊酥味啊！仲要買1送1，超抵食。我亦都忍唔住買咗2串嚟食下。第3日朝早，我哋5點3已經要出門口。今日安排咗一個特別嘅活動，就係去世界最大嘅天葬台睇天葬儀式。我哋喺海拔4465米嘅直拱梯子，沿住紅色嘅天梯行咗個半鐘頭，先至去到天葬台。因為落雨，等咗4個鐘頭，接近中午12點先正式開始儀式。基於法律嘅保護係唔可以拍片同埋影相，只可以文字記錄。咁每日就會有2次嘅天葬儀式，如果家屬同意嘅話都可以入天葬台附近去參加儀式嘅。我哋天葬台唔夠10米嘅地方，睇住天葬師拉開塊白布，將屍體肢解成一嚿一嚿，旁邊嘅禿鷹就會蜂擁而上，唔夠10分鐘就只係剩翻一副骨架喺度。返到市區之後，我哋試咗呢一個西藏 yoga。味道就同我哋食開嘅差唔多。夜晚我哋就喺不夜城嗰度食個地攤火鍋，味道雖然普普通通，但係可以感受一下當地夜市嘅慢活氣氛。酒店大堂就有旅行社嘅 counter， 我哋就報咗一個7日6夜嘅林芝珠峰路線，可以選擇越野團、商務團、航空座椅團，主要係車型同埋人數嘅分別。建議大家有預算嘅話，都係揀翻越野團啦。呢個就係我哋坐嘅商務車，一共8個人。如果想坐得舒服啲嘅話，就可以揀航空座椅團。因為離境呢幾日嘅行程就係搭車、搭車、搭車、搭車同埋搭車。之後你就會見到唔同嘅動物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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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動物，同埋大量遷徙緊嘅動物。如果你中意同動物互動嘅話就一定會好開心啦。呢個就係我哋嘅旅行團司機連埋導遊黃師傅啦。第一站就會俾人拉去 sell 嚟買貴價氧氣樽。旅行團淨係包咗每人1支3升嘅氧氣。由於我哋冇咩高原反應，再加上可以網上睇到西藏唔同地區嘅氧氣分佈情況，就算去到最高嘅珠穆朗瑪峰都仲有10.5% 嘅有效氧氣。我哋認為已經足夠使用，
最尾呢，就決定用科學去戰勝恐懼。準備好晒就可以正式出發啦。下一站就已經係食飯。基本上成個旅程呢都大致上係食呢一啲農家菜。西藏嘅景點分散，而且範圍好大，基本上每日呢都要搭5至6個鐘嘅車程。沿途呢都有停休息站，同埋風景都幾靚㗎。第一個景點就係雅尼國家濕地公園，呢個係前往林芝嘅必經之地，可以搭觀光船同埋玩漂流。但因為我哋行程緊湊啊，所以落車打個卡影下相就走啦。順路就會經過佛掌沙丘，我哋喺對面觀賞呢個自然形成嘅大型沙丘。聽日再會上去佛掌上面參觀佢，之後就嚟到雅魯藏布大峽谷，去南迦巴雅峰觀景台。但好可惜天氣麻麻，無緣見到呢座山峰啊！如果天氣好嘅話，會見到佢呢一個真面目。所以去西藏旅行都好睇運氣㗎。第4日嘅晚餐係比較特別嘅石鍋雞，呢度有一隻雞，雞肉結實，好有雞味，連個湯都好好味，係比較好嘅團餐嚟㗎啦。因為呢度係發展中嘅旅遊區啊，附近仲有好多餐廳同埋燒烤檔。林芝呢，我哋又入住呢間花山有酒店，屬於民宿嘅級別，房間空間都算大，但係衞生呢就一般般啦。設備都比較簡單，就連電視機都冇，而且林芝嘅海拔相對比較低，所以都係冇提供氧氣機嘅。酒店隔離呢就有個 cafe， 日頭可以喺觀景台眺望南迦巴雅峰同埋雅魯藏布大峽谷。呢度呢有一個堆石堆嘅挑戰，如果破紀錄嘅話呢，就可以送香腸1支，不過啱嗰支呢就我自己買嘅。夜晚都會有螢火晚會，載歌載舞，氣氛都算熱烈㗎。夜晚可以過嚟體驗一下，吹下水，別有一番風味。仲有機會遇到貓貓添。第5日嘅早餐款式好少，味道真係麻麻地。第一站呢就會去咗佛掌沙丘玻璃棧道。入口呢就有個打卡嘅影相區，可以選擇俾錢買高青年相框嘅紀念相。就算你唔買到呢，都會送一張3寸嘅低清紀念相嘅。呢度可以比較近距離觀賞到雅魯藏布江同埋佛掌沙丘嘅景色。呢度真係有一個佛掌喺度㗎。第2站就嚟到聖葉吉康藏茶體驗館，其實都係一個隱藏嘅購物點嚟嘅，當然就唔係強制㗎啦。我哋就品嚐咗白茶、黑茶、綠茶，講解員都會逐一介紹唔同茶葉嘅產地、特色、味道同埋功效。如果有興趣嘅話，可以即場購買。我哋平時就唔飲茶，所以呢就係拎咗少量可以緩解高原反應嘅綠茶葉。午餐就喺隔離嘅丹糧土菜館，都係一餐比較有特色嘅，係食藏香豬。雖然冇乜幾嚿肉啊，味道亦都冇乜特別，但係其他小菜呢反而更加好味，好好送飯。第3站就係林則精靈谷，係孫悟空家族嘅聚居地。要搭呢一啲觀光車上去，車上面會有普通話介紹景區，一落車就已經有大量嘅悟空去迎接你，等緊你餵嘢俾佢食啊！呢度亦都有牛牛同佢哋一齊生活。有啲活潑啲嘅悟空 BB 仲會表演埋跳水添，佢哋玩完會自己爬返上嚟，真係好得意啊！之後我哋就開始慢慢上到接近5000米嘅海拔，我哋亦都嚟到第一個高於5000米嘅景點米拉山口。呢度係位於拉薩同埋林芝嘅交界，被眾山圍繞，一眼望埋去都係高山綠地。跟住我哋就嚟到貢德林草原，係一片一望無際嘅草原，不過真係好凍啊！
牧民都好熱情咁樣招呼我哋，俾熱水我哋飲。呢度仲可以以超平嘅價錢體驗一下騎馬馬添，25蚊人仔一個圈。不過就係由當地嘅牧民拖住隻馬馬一齊行，對於新手嚟講係好安全嘅，所以我哋兩個都玩咗。你睇下佢玩得幾開心。我哋趁住夜色繼續趕路，晚餐都係簡單嘅6餸1湯。終於嚟到今晚嘅住宿，位於山南嘅美康國際大飯店。完全冇諗過離開拉薩市區，仲要係跟團都可以住到咁靚嘅酒店。間房又大又現代化又新淨，又有齊氧氣機同加濕機，真係好 surprise 啊！酒店位於市中心，步行3分鐘就見到個大型嘅商場，入邊有各式各類嘅連鎖餐廳同埋茶飲店，亦都有大型嘅超級市場。我哋又入去行個圈，補給一下啲乾糧。最特別係有個水貨區，有嚟自韓國、日本、香港嘅食物同埋飲品，真係唔驚水土不服啊！第6日嘅朝早都係酒店度食早餐，係成個旅程中入邊最好食嘅，款式多而且味道好。嚟到雅江河谷，呢度係前往羊湖嘅必經之路，景色廣闊壯麗。遠處連綿不斷嘅山脈同藍天白雲交匯，喺呢個觀景台可以俾錢同動物互動影相。呢度亦都有個價錢牌，等你知道街價係幾多，唔使驚俾人劏。我哋就揾咗一檔好平嘅，10蚊人仔就可以抱下羊仔影相。你睇佢白雪雪咁樣，幾得意。佢名就叫扎斯啦，有飯煙啦，終於有飯煙啦！一叫佢個名就有反應。如果你唔中意呢隻，仲有好多其他樣樣選擇添。終於我哋見到羊出雍措啦！呢一刻我終於明白嗰句西藏冇海，但係收集咗所有嘅藍。有一種藍叫做羊湖藍，喺藍天白雲嘅襯托之下，羊湖就好似塊藍寶石咁樣圍繞住群山。近睇嘅話，湖水會變咗做偏綠色。仲可以騎牦牛牛落水添，而我就選擇咗騎馬啦，因為呢一度可以自己自由騎馬飛馳。喺羊湖旁邊騎馬嘅體驗真係好難忘啊！午餐照舊又係農家菜。之後我哋就向住西藏第3大嘅冰川進發，喀略拉冰川，然後就會去珠穆朗瑪峰、麒麟峽。喺最高嘅地方玩卡丁車、射箭，最後去埋聖象天門呢個隱世秘境，跟住返拉薩嘅市區繼續我哋行程。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呢條片啊！記得留意下一集，拜拜。